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16号。这一期咱们再聊一聊这个胖猫事件。大概是去年4月份，去年这个时候，一个网名叫胖猫的湖南小伙在重庆的长江大桥结束了自己。随着胖猫的死，不是结束，而是掀起了一场滔天的巨浪，舆论风波。我想很多网友恐怕都记忆犹新。有关他和女友之间的私人感情纠纷被家人公布了网络，迅速引发网民持续关注。随后自媒体趁机打造各种剧本，胖猫家人半个月一场涨粉300万。这个涉事的胖猫的女友谭某，他工作的花店、租住的房屋，甚至老家住址全部被曝光。还有自媒体专门赶到重庆开启追踪直播，祭奠胖猫的外卖订单堆积如山，近100吨食物被浪费。就连办案的警方甚至因胖猫事件不断被热炒，网上有人扬言要来同一地点跳桥。来自全国各地的报警电话持续数月高位运行，也就是说这个网上疯狂到什么地步了，直到现在这事情过了将近1年了，重庆当地的水面巡逻还不敢懈怠。为什么今天要重聊胖猫事件？实际上去年就关于胖猫这个我应该做了2-3期节目，我的态度很明确，现在旧事重提。实际上一个是昨天央视新闻他发了一篇报道，是采访警方还有一些相关办案人员和现场处置的人员。胖猫事件就导致90多吨的食物被浪费，说明这个社会多疯狂。我们一起看一看央视的记者回访胖猫事件，大家看视频。初春的江面水流湍急，1年前的4月，胖猫在这里终结了自己短暂的人生。因为胖猫的姐妹怀疑，胖猫是因为他和女友谭某在交往中遭遇了情感和财产诈骗才去轻生的。于是他们将此事公之于众，并向警方报案。现在回头再看，这场关于胖猫的悲剧，也许从那个时候起才算真正开始。大概有2年多的跨度，除了当事人双方，还有其他关系人的逐一的进行梳理，让我们把整个事情的原委要调查清楚。警情通报里面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要求我们有证据支撑，每一组数据都是有往来的资金账目的体现。我们要求就是在小数点后2位都必须要把它搞清楚，所以说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当时为了尽快回应公众关切，重庆市公安局迅速调集力量，仅南岸分局就集合了来自刑侦、网安、经侦、治安和法制等多个支队30多名警力组成专案组，赶赴湖南、广州和重庆区县走访调查。2024年5月19日，重庆警方在以上百万条信息为基础的海量数据中，通过梳理研判，还原了整个事件的真相。一份被称为史上最长的警情通报，本着不遮掩、不回避的透明度，用了2500多字的篇幅，将胖猫生前和女友的交往历程、资金往来解释得清晰明了。单就个案来讲，本来就不复杂。我们觉得这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如何通过我们高效、公正，然后带着温度传递一个严肃的法律认知，最后让公众明白这个事情的真相，并且要接受这一个法律的结果。甚至于我们还想引导民众，在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如何理性的并且带有一定的法治意识的来看待它，不要乱上添乱。难点果然很难，因为谭某不存在涉嫌诈骗犯罪行为，警方不予立案。这份用铁证支撑的法律结论还是遭到了一些网民的质疑，甚至连办案民警都成了网络暴力的对象。警情通报出来之后我也接受了采访，对我的那个一些网暴也是有很多，比如说像我和谭某有某某关系还有我又是这个有什么问题还有就是说对我的头像以及我的视频进行恶搞，就是没有底线的造谣，有力挺这个姐姐的，然后有污名化重庆女性的，他们对这一个法律结论情感上是不接受的。于是有人造谣，
这个当事人谭某他为啥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因为他和这个公安局的局长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你像这种谣言呢，就随口一讲，随意一放，居然都有市场。在这个侦查的过程中啊，也发现那个存在一些推手的问题，有些那种自媒体公司可能也主动找到他们家属，帮他们包装那个人设，或者说拍短视频、开直播等类型的这种引流或者是那个提升热度的一些那种所谓的一些增值服务，不管是从当时发生还是到后续，实际上一直可能持续到现在，都还有这种相当于要推广的这种情况都还存在。警方给我们出示了一份在调查中固定的证据，这是胖猫家属在其中一个社交平台账号的涨粉数据。好，你看他那个粉丝量从几百到上千，然后到上万，最后10万到100万。好，一直达到最高的顶峰的时候，接近300万。实际上，整个这个过程持续也就只有十几20天左右的时间，看起来就不是挺正常的一个涨粉过程。线上，胖猫家属异常涨粉；线下，当事人谭某躲无可躲。他工作的花店、租住的房屋，甚至是老家的住址，全都被曝光。有人还专门赶到重庆，开启追踪直播。与此同时，一场更大范围的外卖祭奠开始越演越烈。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外卖订单堆满长江大桥的行人通道，重庆不得不启动应急预案，以确保城市基本秩序的正常运转。大部分的都是通过外卖这种形式，由外卖小哥送起来的，奶茶、汉堡啊这些即食物品，就放在那儿，你说能拿给谁啊？所以说只能就政府就尽快把它清理了。这个量最后有多大呀？垃圾清运量达到94.6吨，这个量还是非常大的。有个大哥很支持，或者说比较可怜胖猫，点了8000块的那个外卖，摆了一瞧，8000块的食物就放在那里白白的给浪费掉了。我说我不认为这个事情是高尚的，恰恰这种事情是被鞭挞的。这个应该让全社会引起反省。近100吨的食物被浪费，不必要的行政资源被消耗。专案组之外，还有大量的警力铺排在岸边和水面。当时因为胖猫事件不断被热炒，网上有人扬言要来同一地点跳桥。来自全国各地的报警电话持续数月高位运行，直到现在，水面的巡逻都不敢懈怠。有效警情就增加了2-3倍，100到120起，就是每个月。然后扬言准备就是在网上发帖呀，还没有到现场就被我们制止了，这种情况更是数不胜数。以这里长江大桥为例，它陆上公安机关就包括渝中分局和南岸分局，还有我们水上分局，就是3个分局的警力，就同时要到这个附近进行搜寻，一句话的报警。但是我们就是要动用几十名以上的警力来参与这个处置工作。从心理来讲，我们是一种深恶痛绝的一种心态，因为我们想保护的是真正遇到危险的这种群众的生命。但是这些看不见的隐性成本，在流量面前就如同石子投湖，引起的涟漪还在持续扩散。打开胖猫一些家属的社交账号，记者发现，直到现在，有人还在不断地为追求所谓胖猫事件真相而持续发声，并发起了针对公安机关立案监督的申请。事情到底是谁在做？根据我们公安机关调查的那个证据材料，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准确的一个判断和一个结论。我们这个案子可以经得住历史的检验，也经得住人民的监督。看完这个视频，大家应该对胖猫事件就比较清楚了，一目了然，是是非非。但是视频里面的记者、主持人说我们要反思，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央视的反思不够深刻。当然了，深刻了他也放不出来。那么我来帮助央视反思。我记得我的这个观点恐怕在去年做的节目里面都有，我在这里再重新把它组织一下。有很多老粉丝都知道，去年我在直播的时候，在聊胖猫事件的时候，有好多这种无脑粉是吧？到直播间里面就是无脑支持胖猫。这个里面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他们认为胖猫的死跟谭某要负责，谭某是诈骗，最主要的是把谭某定性为捞女，所以胖猫的死捞女要负责。
要知道网上有大量的人共情，再加上胖猫的家属在那儿煽风点火，我记得我拉黑了好多粉丝。所以说现在你再回头看看央视的报道，你就知道这些人有多蠢。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这么蠢？确实也值得反思。所以我觉得首先一个叫塔西佗陷阱。按照常理，警方蓝底白字的通报只要一出，这个事情应该就结束了，这是我们应有的一个社会，这个叫法治社会应有的一个现象。但是重庆警方的紧急通报一出，反而就像往那个粪坑里扔了个炸弹，那舆论就更加哗然，连那个办案的警方都遭到网暴。那我们要反思这种现象，为什么？这就是塔西佗陷阱，就是公信力在经过这么多年，经历这么多社会什么公众事件被消耗掉了。你越解释，人家越怀疑。智商正常的、情绪正常的，一看警方这个通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证据确凿，铁证如山，但是依然有大量的人不信。所以说，第一个那是政府的公信力在下降，塔西佗陷阱，这个还是主要原因。那你说谁应该反省？第二个就是媒体说的平台，央视也说了，这个平台为了流量 ，MNC 机构很多自媒体为了流量，那是闭着眼造谣，哪儿有流量就往哪儿来。这个我想大家都很理解，这个屡见不鲜。你就连普通的小 UP 主拍个视频，他还搞剧本，否则拍了没人看，他得让别人来看，他就得设计打磨这个剧本人设，他得要迎合大众的口味。要流量，那平台 MNC 机构就成为这种流量的推手。如果这个要往细里说，那平台为什么会这样？你比如说娃哈哈瓶盖子，农夫山泉的盖子什么颜色？原来是跟日本有关系，还记得吧？你看去年什么时候抵制农夫山泉呢？给那个中山上造成多大的困惑？这些事情平台不知道吗？说来说去还是因为这样的流量安全。胖猫事件掀起了这么大的舆论，这个流量对平台来说，一流量大，二关键它还安全。你要是搞点别的流量，什么伊丽莎什么的，那这平台恐怕也够呛。也就是本来网上的舆论有很多种出口，有的是社会热点事件，有的是其他的事件，把大家分散了。那但是现在其他的出口都被打压，不能谈，最后舆论的出口就在这个公共事件上面，就是类似于这种胖猫男女对立，要么就是爱国抗日，这些总不是错吧？所以你看，现在是本来流量应该分散，有人是关心男女，有人是关心俄乌，有人关心什么国家大事，对吧？正因为你好多关心不了了，不让你聊，那你只能大家都去关心抗日，关心正能量，关心男女对立。平台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风口他不抓住吗？所以平台他根本就不管你这什么谣言不谣言，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安全，重要是流量。所以平台 MSN 机构要负责，他们明知道这是谣言，明知道这是煽动，但是他知道这样的流量大，所以他就这么干。我也不敢说他是故意的，但至少他是在纵容。为什么？我直播的时候，我这要随便提一下什么低保老人，那些什么抖音平台马上就警告我，轻则抬出去60秒，重则1天不让直播。也就是说，他的手段无孔不入，没有可能说什么疏忽的，或者是监控不到，只是他愿意还是不愿意的问题。所以你聊胖猫安全聊吧。第三一个就是这种舆论的背景，大家要记住了，我们聊什么事件一定有社会背景，深刻的社会背景。真的是有那么傻吗？不是的，实际上是坏。很多人他知道这个胖猫事件什么原因，他心里有数，但是他非得去把这个女孩描绘成一个捞女。你只有把这个女孩定性为捞女，才能发泄她心头的不满，才能跟她产生共情，这是一种需要。某种意义上就不是说他信了谣言，不是这样的，而是他需要谣言。很多网友需要这个事情按照他脑子里的那个设定的路线去走，那这个时候一有人造谣，马上封界火助风势，因为他需要谣言。你只有这些谣言才能实现他心中的那些想象，满足他，然后把他心中的那不满发泄出来。所以这是一种裹挟，这种占大多数。是真的说这个什么群众脑子眼睛不是雪亮的，群众上当受骗，不是这样子的，是他需要。所以说这是一种共振共情。为什么是这样？所以大家就得分析了，当前的社会背景就是高房价，很多年轻人谈恋爱很难，结不了婚，高彩礼，现在光棍现象越来越严重。咱们以前说过了，女配本来是农村里面你只能跟农村里面找，基本上是能配上，但是现在由于改革开放，女孩子都进城了，眼界高了，女孩子选择余地多了，人家不在本村找了，有很多的他就跟在城里面，也就是说女孩子更容易往上配。那男的如果你条件不好，或者你没有能力，家境不好，工作不好，你很可能就找不到。网上很多优质的女性，高知女性已经单下了，找不到就结不了婚。
这种现象就是一线城市越大的城市，香港这种现象越突出，很多优质女性她就结不了婚，因为她没有办法往上找，上面没有了。而落后地区或者农村地区或者是5、6线城市是底层的男性很难找到女朋友或者结婚，即便能找到，你付不起彩礼，高房价，所以说导致年轻人婚恋困难。那有很多人就把这个指向，因为他结不了婚，他找不到女朋友，他把这就指向什么？指向捞女。这个社会上确实有捞女，媒体报道，我记得什么翟欣欣这样的捞女，把她老公逼死了，那现在也判了。各种媒体报道相亲，有的女的相亲为了捞钱，捞完钱她人家消失了，有的甚至结婚1年就离婚，她要的就是彩礼，彩礼不退等等。这种现象确实比较多，那就加剧了这些男性他们对这个女性的仇视，更加突出这种捞女现象。我们要知道，这些男性找不到老婆，找不到女朋友，他不会怪自己，他只会怪社会，怪别人。如果怪自己，他嫌自己无能，这种不符合人性，所以他一定要找个理由，那理由就是捞女态度。你看抱怨高彩礼的，抱怨捞女的，大部分都是混得不怎么样的，因为他的能力有限，但是他又不能埋怨自己，不能自我批评、自我要求，他没想着说提高自己，或者他想提高自己，但是没有办法，没有路径，他也提高不了，那他只能埋怨捞女。我们这个社会毕竟是从小农社会突然快速的进入一个工业社会、信息化社会。我们改革开放只花了40年，但是别的工业国家美西方他这个花了200年，几代人。但是我们毕竟快了点，什么意思？萝卜快了不洗泥，就是小农时代的那些思想实际上还在我们脑子里面根深蒂固，并没有离我们多远，所以随时会回潮。虽然我们解放几十年了，但是我们很多人脑子里面还是封建思想，这个宗法社会，女性是男性的附属物，女性是家庭的财产，这种观念在脑子里面是若隐若现。女性不存在独立，你只有依附关系。那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现在女性是越来越独立，真正的是顶起半边天，人家可以上班，可以工作赚钱养活自己，有的女性比男的赚的还多。很多男性尤其是工作顺利的，发展不顺利的，他的脑子若隐若现的都要回到过去。甚至有很多女性她有某种思潮，她也要回到过去，三从四德，就是没有真正的独立。这个为什么我们还有彩礼这种现象？你结婚还要父母说了算，说白了就是女孩子不独立嘛，她自己也默认自己是个财产，从属于她的父亲、她的家庭、她的兄弟，所以她讨论结婚的时候都是父母说了算。父母要80万彩礼，那就80万，本质上就是女性现在看上去是独立了，实际上没有独立。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怎么说，这个交融的事情，小农思想、旧社会的思想和现代的思想是交融，还在掰手腕。那真正进入了男女独立，也就没有彩礼这一说啊。结婚是你自己的事情，跟你爸有什么关系？女性如果真的独立了，她就没有彩礼这一说。所以说她现在是独立和不独立之间摇摆。所以我们你看在国外这个女权是不是闹得就非常厉害？但是在咱们这儿女权有，但是很难说成气候。女性还没有觉醒，或者觉醒了一部分，这个恐怕要很长时间。所以你看在这种背景下，胖猫一结束自己生命，他家人再一煽风点火，他的女朋友唐某必须被定性为捞女，否则解决不了舆论。大家把他定义为捞女之后，冲他发泄，实际上是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是对自己的遭遇一个交代。我觉得这是深刻的社会背景，通过指责唐某来为自己的这个失败，来为自己找不到女朋友来找合理性，也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所以说这样的人你造不造谣，对吧？不是他信了谣言，而是他需要谣言，一拍即合。这个谣言其实不难分辨，尤其是过来人。我记得我在以前的评论里面说过，胖猫的家人呢，死后对胖猫的关心远远高于胖猫的时候活着的时候对他的关心。这个胖猫宁愿把钱给唐某，或者跟唐某之间资金往来，都不愿意把钱给他父母、给他姐姐或者妹妹，本身已经说明问题。作为亲人，并不是真正的关心胖猫。至于网友送外卖、点外卖，让快递给他送到那个桥那儿，这个纯粹就是神经病。我记得我在以前节目都说了，这就是神经病，有病。你看浪费90多吨粮食，我记得当时还有很多品牌的被媒体报道，有的品牌送的是个空纸盒，里面没东西。有的这个品牌马上就说我们送的这是食物，点19.8奶茶什么汉堡包，我就送的什么汉堡包。你现在看一看这些商家，如果就送个空盒子，某种程度上还是对的，没有浪费。这是多大的浪费，90多吨呢食物啊！咱们粮食还要靠进口，这些脑残他给他父母上坟都恨不得空着手去，他能为他心中的替他一死的这个胖猫，他送8000块钱的什么快递，点这么多食物，他到底是同情胖猫，还是在为自己，对吧，在发泄？所以我认为，首先是政府公信力出问题了，其次是平台要负责任，第三个咱们
这个社会确实有些地方出问题。我想胖猫这种事情不会是最后一个，以后要有这样的事件，一定还会掀起这个轩然大波。为什么？因为他的社会背景没有改变，年轻人对自己的遭遇他要发泄，他需要一个突破口，就像火山爆发一样，他不会在乎什么谣言不谣言，他需要的是发泄。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